我若无倒入去，电脑起来拍出来。操记的，竟敢破坏本姑娘的好事！一个无死，我就一个人安。既然你是罗安化身，纯正转世，我就来地下讲，就来三面真火，将你活活烧死！操！这是你家己找死的！你温死！姐弟，姐弟，姐弟，你敢起来？啊，师兄，师兄，什么代志哈？我问你咧，你毋是伫大壁楼内面？咱大壁楼叫烧起来。咱大壁楼烧起来咧，啊了后啊，我就较紧诶，甲遐警察啊，拢搬来电上啊，啊了后就是人伤忝咧，啊咱倒当遐歇困咧。啊，你去搬遐警察？啊，先啊，我拢无看到哈。你伫头前咧拍火啊，啊我就较紧诶，甲这警门啊，为后壁门就紧搬出来，啊说当然你无看到啦。姐弟，我问你咧，大壁楼的烧起来是毋是你引起的？无咯，师兄，这冤枉的啦。这大壁楼，昨你叫我伫遐头前门啊，啊了后，雄啊，外口的所在啊，有一张立功啊，拍为大壁楼。了后，规间大壁楼就拢烧起来啊。我讲，几啊火无对啦。几啊火哦！我，你要让我袂讲啊？照我咧看哦，根本就是你这祭奠，这从金门的心哦，甲我平端度过啦。所以无注意甲这台拢倒去，大壁楼唔再烧起来。对。我讲的对无？对，唔对？若讲我讲唔对，啊恁敢要信哈？当然嘛唔相信。安尼就对啊。好，我甲你讲吼，这大壁楼吼，既然甲是因为你才烧去，你着负责吼，去甲我化缘1万两转来吼，重建大壁楼。1万两哦。是啊，敢有够哈？什么？1万两你搁嫌无够？恁若换做是我化缘化一世人，嘛无法济着。哎，姐弟，我甲你讲，你只要免来讲迄大声话。你吼，到时若是无法度甲这1万两摕转来，你着准备离开连阮死。好啦，1万两啊，这问题啦。我先来看啊。师姐，稍等者哈，稍等者啊。干嘛代志？咱总还有一个期限啊。若无一世人，我都花着，咱大壁楼就免去啊。佫对吼。好，戴念吼，咱两人是师兄弟啦。我对你哦，也特别宽宏大量啦。安尼啦，我予你1年的时间。什么？一年？ 1年。到初你若是感觉无够，嘛无要紧。以后哦，你若跪落来甲我磕3个头，我就予你3年啦，哈。3年，那我拄啊，有一摆一年哦，1年时间敢若有有较长呢，缩较短咧。你搁缩较短？好，安尼半年。半年哦，160，半年多100多，无咯
半年嘛，还阁伤长，袂用袂用的。啥？半年还阁伤长哦？是啊，我听孙仔到时阵，半年若到，后头到迄时阵就惨了。好，安尼一工。打一届，你家己去画一届。哎，师姐啊，你嘛真歹伺候诶！我来讲偌久咧？上起码嘛，一个月，一个月，一个月。这是你家己讲的。一个月时间哦，好，到时阵哦，这一个月时间若到，你我著甲1万两摕转来，就通叫我这个做事兄无带念着咱师兄弟的感情，半日离开，令阮死。你哪知？我知，安尼我才来走哈。哎，出来！安怎？你怎要倒？我要来去化缘咯，师兄，你阁毋是普通爱戆呢，你主持，毋知是安怎会甲即个感谢即位调你做，实在是真糊涂。一个月，一个月。出来遮尼久，一分钱都无花着，日头阁遮尼大，嘴阁大，阁无酒通啉。哎呀，讲到酒会伤我，哪有都晓咯。这都有酒咧卖啊！我实在是真糊涂，有人无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一个查某人爱卖外口甲内底，实在真实的哈。我要紧的，收到人方便就好。你家己把酒赶来，互我啉就会煞咧咯。啊，是是啦。有酒通啉咯。哇，这一包物件真重，我包无法咧，你来甲我斗搬。若搬好势了后吼，我才请你啉酒啦，好无？请我啉烧酒，好啊。这包是什么物件？是阮人拍啦查转来的，可能是哦野鸡啦、野兔啦、小沙猪啦。敢有掠着像狐狸啊，还是野狼？师傅爱讲笑，迄要哪用个食的？阮还阁要卖互人客呢。是安尼。好啦，回想我就甲你斗骹手。哎呦呦，我就去那边啦！师傅，师兄，你这结婚地会当收办袂？这个臭和尚绝对是走袂去的。好，那安尼，我先甲早点去乌红洞，我甲收拾。臭和尚，看你以后过臭去。我说加臭。苏妹，你是安怎？迄个臭和尚，伊咧跟我讲话呢。苏妹，福建军队底过的人，就算讲伊是大佬神仙，伊嘛无可能会精神过来。兄，你咧办？师兄，咱讲你嘛？应该毋是伊咧讲的。师傅，伊就听了发生什么意外，安尼就暂解嘛。请你赶紧回来，请你赶紧回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请你赶紧回来，请你赶紧回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你两个真正是陪咧唱啊！假吸我的元气，真正是目睭又去互毛起吸的，骗袂紧嘛哈！你无分气啊？运气。
真正会分气，伊个破布袋遐尼臭，无味遐快咧，有啥你就要靠一次。你这臭货心，你一拢袂去人阮哦。哎，第二个啊，也毋是看在你阮是当初我救过你，也看在你也未残害忠心，我会安尼简单，就叫你来等啊。你救过我，好你就是好你，一拄啊感恩的心就无啊。想起来无咧？阿弥陀佛，你修炼不易，定道到灵魂时代，修复等的保佑，算起来嘛是有缘。令我这香积井的水，也用算讲是灵魂水中的净水。阿弥陀佛。你哪会知影？天下间，我看啊，佫无啥物代志，我回心毋知。白莲，若毋是看在你甲灵文氏有一段因果，我早就甲你收起来咯。操袂收！我甲白灵拢修炼清，凭你一个人就要收阮啊？顺伟，莫听了有袂讲。苏雅，顺伟，敢讲你袂记？第二你家庄是安怎甲你欺负？实在是真搞怪。苏雅，苏雅，会搁无代志通做，我看赶紧转啊补眠。苏雅，想到你臭回声，我就真不叫。关系根本无记错呀！苏雅，你甲啉哪哩？我带你去找苏雅。先厕所，这嘴不行。行。什么人啊？敢是我啦，玉清啦。哦，你来。敢是？这是拄啊对西湖挽回来莲子，我就马上煮一碗。哪有敢是你啉的啦？袂歹，碧清啊，你愈来愈乖巧啊！哈，无啦，应该啦。敢是逐工为着咱四代安尼，无用起无用落，玉清无关心，敢是哪会用你咧？对啦，敢是你爱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哦，若无就人咧孝顺你这个位哦。你是讲这点？对啊，你无看吼，事情咧破啥结空结戆的，事实吼，伊心机足重的。你看，规个庙寺内，甲伊一人敢甲你作对尔的。你也看会出来？三岁囡仔嘛看会出来。若是讲到这个祭典，我一定是顶世人就甲伊结冤仇得的。自从伊入来灵文寺拜主持为师了，就处处教我做对，行在咧真侪人的面头前，互我无面子。哼！毋过，我用尽真侪办法，都是我要将伊赶走。但是，即间毋是我都甲赶走啊？对，一摆啊，真是天助我呀！哼，
伊想要你一个月以内将迄1万两银拢甲花倒转来。伊若是做会到，我即个干事都让伊做。啊，敢是无可能的啦！伊吼，若我都一个月花着吼，我毕竟就伫咧灵魂寺外口，安尼做告白咧，我为啥咧啦？哎，是这样，你找你做啥物？看着钱啊？无啦，我才出去几工尔，哪有可能较紧就发现着？安尼你转来做啥物？我，真正的。我是咧甲你拍醒。我咧讲，咱这时代啊，已经出一个社会性，啊，若搁出一个戆会性，还唔加害咧。为什么咧？我是不是时代人？你咧唔是啊啦？你讲啥物？无，你当然嘛是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嘛爱甲转来啊。讲这几工伫外口奔波化缘，食也食袂饱，困也困袂消，是我转来一个，落下来推一顿啊，了后呢，搁来困一个。多谢。主持。多谢。谁让我一大久啊无伫咧尔？这就有个惹代志。你老实讲，大鼻老是毋是你甲烧掉的？啊？哎，我无毋对啦，大鼻佬若毋是伊烧去的，伊哪会肯去化缘迄1万两咧？哦，来讲，你要去化缘化1万两，而且佫是伫一个月内啊。是啊，主持，你甲看卖啊咧，咱大鼻佬的警察遐尔啊多，若毋较紧的化缘，若中起大鼻佬，遐个警察是要囥喺倒位咧？哎，对，你讲即句话安尼上对啦。安尼吼，我要问你咧，即几工啊，你化缘着偌济啊？没有。请你赶紧转来，请你赶紧转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请你赶紧转来，请你赶紧转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连一声都没有。所以讲伤忝啊，转来食饱，啊困啊饱，啊明仔载再过来化缘啊。主持，拄则伊讲的话，你拢有听到啊吼？我啊是身为灵魂寺的干事，我一定要想法分明。到时一个月时间若是到，这道济我都甲1万两银摕转来。到时阵哦，毋通甲我这个做师兄的无答念着师兄弟的感谢，将伊赶出灵魂寺哦。地处地灵，求见师。白莲，无风有来找我，将乾坤地提走，讲要去甲你斗相共。你即马过来要创啥？变师，师兄摕的天文地，嘛是感觉无法度收拾迄个臭和尚。我甲师兄联手起来，嘛是无法度对付伊。而且吼，迄个臭和尚甲师兄拍一掌，即摆师兄着重伤一个呢。你讲啥物？恁两个人联手，有缘拍袂过迄个和尚。这个和尚到底是啥物款的来历？也何方呢？变师，师兄，你动口一等。去互拍败，搁加倒，真是无路用。师兄已经献出原形，便恁救师兄一命好无？一将就当献出原形，无非是卢汉还天意。师父，我求你救师兄一命好无？师父，这
是？这是游明水，专门咧害大罗神仙。你想办法互伊啉落，然后你用鬼符将伊镇住，伊就无法度甲你做